好，今日我哋講2021年嘅 Paper 2A 第一題，咁係做應計預付嘅。咁通常咧睇到呢啲日期嘅話咧，我就會數佢嘅月數嘅。例如啊，2019年9月1號到2020年2月29號係有幾多個月嘅咧？咁就係9、10、11、12、1、2啦，6個月啦。下面都係啦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六個月。咁呢度都係9、10、11、12、1、2，六個月。Sorry。好，然後我哋就會知道每個月係幾錢咯喎。390000除6等於65000，下面一樣啦。咁唔計啦。然後429除6等於71500。我哋有齊呢啲資料咧，我哋就會睇佢有咩問題啦。應計預付每次都係玩日期上面嘅問題噶嘛，咁我哋就睇到喎。2019年到2020年嘅錢，佢喺2019年11月11號嘅時候就已經俾晒啦。咁係咪唔應該係19年俾20年嘅錢先？佢早咗收人錢喎，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預收收益。預收咗幾多個月？19年佢收咗2020年幾多個月嘅錢啊？2020年嘅1月，2020年嘅2月，係咁2個月啦。預收咗2個月嘅錢，每個月係65000，所以就會收咗1300000。呢一個預收係幾時收嘅？係2019年，即係上年嘅預收啦。上年嘅預收就係我哋嘅乘上啦，咁所以呢度乘上結餘1300000。上年嘅預收就等於乘上結餘1300000。冇問題，我哋再望下一個日期啦。2020年3月1號到8月31號，咁就係2020年嗰陣俾嘅，有冇問題？冇問題啦。2020年嘅9月1號到21年嘅2月28號係21年喎。通常呢啲橫跨2個年份嘅，咁都係有問題㗎啦。佢2020年賺咗嘅錢，21年先收人錢，咁人哋咪遲咗俾錢啊？遲咗俾錢冇收到嘅，我哋叫應計。應計幾多個月？2020年我哋賺咗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，呢4個月都係未收錢㗎。我哋21年先收錢㗎，咁所以呢4個月我哋係應該收人哋錢嘅。每個月係71500，就等於26000。26000。換嗰隻色等你容易啲 follow 啊。咁係幾時應計㗎？係今年應該計算落我哋嘅收益嗰度㗎嘛。咁所以今年嘅應計就係轉下。應計轉下寫邊邊？應該計今日都係屬於我哋㗎嘛。收益呢邊係加，咁所以應計轉下。頭先係計到26000，橙色呢度就上面個應計轉下啦。咁因為咧佢題目其實都冇講清楚應計預付嗰啲啊，咁所以其實你唔寫應計轉下，你就咁寫餘額轉下咧都 OK 嘅，題目都會即係 examiner 都會剔你，marker 都會剔你嘅。咁加錢呢個地方一定係寫嗰啲現金啊、銀行存款㗎啦。睇下先，4月2號，你對應返4月2號呢筆冇問題嘅錢，收咗390000銀行存款，收咗390000，加埋佢806000，我哋點樣去平返呢條數啊？
呢個收益同費用我哋抌佢落去損益帳，806000，OK，搞掂一個。好，咁我哋睇下面咯喎，下面維修保養費，咁佢係個費用啦。費用就依邊係加啦，你見到啦，佢已經幫你寫埋銀行存款落去啦。咁我哋就填翻幾錢啦。下面我換隻顏色先。好，第一步做咩？數月份係咪 ？OK， 呢度11、12、1 3個月，到2、3、4 3個月，到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。3個月，睇埋呢個資料，由2020年8月1號起，個費用會上調20%，咁即係1加20%啦，即係1.2啦。由8月1號起呢度，由呢度開始咧就上調咗20%。咁佢就話啦，呢度加埋，呢度加埋。佢總共畀咗65520，咁我哋就計咯喎，當佢原價，設原價係 Y， 佢畀咗幾多個月原價？1、2、3，呢9個月都係原價，所以就9Y 加返，咁加咗價嗰個係幾多？3個月，有3個月係加咗價嘅，所以3加咗0.2，所以1.2Y 就會等於畀咗65520啊。9Y 加3.6Y 65520，12.6Y 65520，Y 等於5200，OK， 原價係5200。加咗價之後，就會係5200乘以1.2，所以加咗價之後就等於6240。冇問題，咁我哋可以填咗窿先啦。佢頭先有好多個銀行存款噶嘛，如果你記得呢度，1月31號、1月31號、4月30號、4月30號、4月31、4月31，仲有呢個加咗價嘅10月31、10月31。點解呢個冇嘅？因為你望清楚個日期啦，呢個係下年嘅事嚟㗎啦。咁我哋唔理佢住。紅色嗰啲係畀原價嘅，黃色嗰個係加咗價之後嘅。好，跟住我哋就可以填落去咯喎。記得呢一個係每個月㗎吓，咁所以你要乘佢乘3，因為呢度每次收3個月，每次畀3個月啊嘛。5200乘3等於15600。所以佢15600，15600，15600，然後呢個都係乘返3個月啦。你見到黃色3個月，18720，18720。OK， 咁而家睇有啲咩問題啲日期？2019年到2020年呢一個錢係2020年先畀嘅。有啲咩問題啊？係咪遲咗畀錢啊？畀少咗幾多個月啊？上年19年嗰陣畀少咗幾多？應計返佢11月、12月2個月係咪？每個月幾錢？原價5200，所以等於400。上年嘅應計就係正常冇錯，所以呢度10400。咁我哋再望咯喎，2020年啦，2020年冇問題，2020年冇問題，呢個2020冇問題。最尾2020到2021係2021年先畀嘅，遲咗畀錢，咁所以今年又有應計啦。今年嘅應計幾多個月啊？有11月未畀，12月未畀，2個月。記唔記得佢加咗價？所以呢個係乘幾錢？加價後
6240等於12480。今年嘅應計等於轉下，應計轉下，或者你寫餘額轉下都 OK。幾錢？12480，12480，總數78000。點樣去包返佢啊？將佢抌落損益帳，78000減10400等於67600，搞掂。